乐园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伫这个主日伊的圣心、喜乐的灵，一摆因带咱的脚步来到伫上帝的家，伊的圣殿的中间，伫遮咱做伙来敬拜、来服侍。一开始，咱做伙来吟一首真好听、真短、简单的旋律，听，互咱自己做一会。因为上帝听，互咱大家会当正做一体，听，互咱自己做一会。咱做伙来吟，听，互咱自己做一会，听，互咱自己做一会。上帝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自己做一会，听，互咱自己做一会，听，互咱自己做一会。上帝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听，互咱自己做一会。听，互咱自己做一会，听，互咱自己做一会。上帝听，互咱大家正做一体。当咱咧吟诗的时阵，咱的确爱开喙。圣经讲，如果咱也无要讹到上帝的时阵，伊要叫石头来讹到上帝，连石头拢要跳起来啊！咱何况咱是上帝所创造尊贵的万物，咱的确就爱主来出声讹到感谢，安尼咱的心灵才会活泼起来。才会提升咱甲上帝个人的关系，咱搁一摆用欢喜的心，哪拍破啊，哪欢喜，亲像囡仔丢跳伫主的面前，咱做伙来吟。听，互咱自己做，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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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向前行，向前行，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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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向前，咱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向前，咱向前，咱向前行伫上帝，咱向前，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
一天拢是行伫上帝光中间，因为上帝诚做咱会尊敬伊的道，诚做咱的活命。真理，咱的性命，咱的脚若行伫上帝道顶面，咱的人生就袂偏离、袂偏差、袂歪错。望上帝伊的光，带领咱每一个人，拢伫欢喜的中间、喜乐、自由的中间，每一天拢活伫上帝光的中间。咱做伙来，搁一摆来吟，咱向前行伫上帝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咱向前行。亲爱的上帝的光，这是一首南非的圣诗吼，所以呢歌拢非常的活泼。接下来咱要做伙来熟悉，也来欣赏一首的圣诗，伫咱的新圣诗372首，372首。如果咱的头前有圣诗，那么会当来献。这是大溪地的一首诗歌。好，这个旋律，因咧唱歌拢有一个用起跟应的方式。然后咱有看到第二谱表迄个所在，有一个哈咪或者是呜，表示迄个意思就是表示我认同，我同意。然后用唱，咱用呜的方式，好来表达这首的信息。一开始领唱会安尼唱。咱会将咱全部唱有迄个所在，主上帝，有风声我名主喊，你为创造阮所点世界。会将你吟真简单，你敢若有嗦西瑞有，你经你会使音，吼，检查男声你经低音有，你然后女声你若较中音咧，请你选择中音有，你的声若较悬咧，你选择上顶面迄个瑞高音有，所以咱听起来就一个和声。好，咱请所有的男生用伞来。好，请中音的女生堆叠上去。伞来。持续着上悬的音，女高音。好，咱三音改做伙。伞来，哦，真水呢！然后咱看第二抓，伊的音有变做瑞发哆，好，请男声伞来，很棒，女中音伞来对上去，女高音。好，我们一起来伞来，那再回到前面那个和弦，哆滴滴伞来，对，好，你不用很坚持什么音，你就是很自然的发出一个声，表示你认同，主上帝。信我名主海，你为
小环境主管，管风险，乐乐性格最雷米，求接纳。非常水的一首诗歌，所以当咱听到独唱也好，圣歌队咧唱迄个主旋律的时阵，歌词的时阵，咱就甲声音慢慢收转来。最后，咱用敬虔伫主的面前，咱将咱的声音、咱的气息来奉献给咱的上帝。好，生命的存活。咱敬拜上帝的是，咱有一口气，会当伫主的面前，伫遮来吟诗、来服侍、来学乐。咱最后全体用真肯定、真出力的声，甲这个有大声来甲吟出来。主上帝，有奉献我命主。当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一口气，会当来学乐吟诗，来服侍，会当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行动自如。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无论伫这个时阵，阮逐人处伫什么种的境遇的中间，总是主你的恩典教育阮用，常常伫咧扶持帮助阮。阮献上阮的感谢，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平安咱时间已经到伫礼拜大省搁一届提醒咱的手机若还未关机的咱紧该关起来。主上帝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列我的祈祷，望你应允，我要圣殿，少念你极大的仁慈，我心敬虔，心敬虔，我要伫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伫你的圣殿。
我要时时学到耶和华，学到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喙。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到耶和华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咱做来吟圣诗，圣诗298首，快乐快乐，原来敬拜。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快乐快乐，原来敬拜，荣耀上帝大人来，心心欢喜到主面前，夜头仰望心光明，悲伤忧愁求主赶散，摇椅黑暗无打我应。欢快乐源头来临，灿烂光明入我心。受造万物一切恶乐，当心为对主宝座。天使世人三甲吟诗，天顶地大欢喜。关山深谷残野花草，青翠平原凉风吹。鸟这是我亲声嘴转，上主听通永无煞。主你赦免，主你赐福，堪受尊荣永称颂。我挑生命喜乐源头，那海光看水长流。上主天父基督兄弟，四海一家亲无比，人人三听好无客气，享受喜乐永无离。日月星星三甲面声，一切恶乐主生命。上帝慈爱普及人类，手照三听叫宝贵，称赞不断，直直向前，一路奋斗的德行，喜乐歌声响亮无停，带咱入凯旋人生。请咱议员徛伫，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得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佮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做来启应，启应文49，启应文49，以赛亚55章。我来去请兄弟来印。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奶。恁若着开钱买袂食得的面。
恁注意听我咧讲，就有好米通食。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喙讲出的话嘛会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青白。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咱做下头来祈祷。阮的天父爸，阮的上帝，感谢你的疼痛，互阮众兄弟有这个福分，搁一摆伫主日的早起。会当来到你的殿院，敬拜你，学乐你。天气炎热，愿阮的心嘛亲像火热的日头，意爱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听你的教示。今仔日是文字时间纪念主日，阮知人彼此的沟通，除了语言以外，文字是上重要的工具。自100多年前，福音传入台湾，你所册遣的这传道师，因除了世界传扬福音以外，佫开始翻译圣经，发行台湾府城教会报，利用文字的气力来造就信徒，并且互福音广传。对巴克的牧师。将英国长老教会送予台湾的第一台印刷机，成立了旧珍堂，发行台湾第一份的报纸。甲即卖的台湾教会公报社，140几冬以来，阮看见文字对台湾的影响甲贡献是非常大的。感谢主。但阮现在会当透过台湾公报社了解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会内甲社会上的事工，透过更新的周刊顶面的见证的分享，来鼓励无道友，互更较侪人认捌主的听。我嘛照着新眼光读经运动。来造就阮的信仰，互阮的信仰较徛在。主啊，阮感谢你。总是我嘛恳求你教示阮，互阮会晓支持这的事工，为因来代祷奉献，甚至亲自参与。阮会当利用更新周刊来传福音，分享互阮家己的朋友、同事。配合逐日的新眼光的读经，造就阮的信仰，互阮的信仰定根伫本地。阮安尼祈祷、感谢、祈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听阮祈祷。
事愿平安。阿门。献诗圣歌队因要吟的诗词拢交予耶稣。咱来看一位圣经，今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到15节，第215页。约翰福音6章第1节到15节。这个代志了后，耶稣过去加利利湖，就是提比利亚湖迄边岸。有一大群人对伊去，因为因有看到耶稣医好病人的神迹。耶稣爬上山，甲伊的门徒伫遐坐。
迄时犹太人的搬过节得要到，耶稣抬头看到一大群人一直往伊遐得来，就甲腓力讲：咱要去倒位买食面，通互遮的人食。伊安尼讲是伫试验腓力，其实伊家己已经知得要做的代志。腓力应讲，用200个囡仔去买饼嘛无够，互逐个人食一束啊。另外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小弟安德烈，甲耶稣讲：这有一个囡仔，伊有5个大麦饼甲2尾鱼。毋过人遮尔济，干那遮个哪有够？耶稣讲：恁叫众人坐落去。迄个所在草真济，众人就坐落去，干那查甫人就有5000。然后耶稣摕遐个饼，感谢了后，分互坐伫遐个人。鱼嘛安尼分出在因遮。因食饱了后，耶稣甲伊个门徒讲：将食剩的碎屑啊捡起来，毋通拍算。因就将5个饼的屑啊，就是大家食剩的，捡起来，拢总满12篮。耶稣看到众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讲：这个真正是要来这世间去为先知。耶稣知影众人得要强迫伊做王，就家己一个搁摕去山里。圣经读到遮，下面讲到丹牧师伊今日正道的题目是收拾零碎。咱做下来祈祷，感谢主上帝恩典听堂。互阮阮是主日清早的时阵，会通来到你面前，到阮的兄弟姊妹同心敬拜服侍你。阮通过诗歌、吟诗学乐，通过祈祷，将阮的欠缺摆列伫主你面前，也将阮的感谢得到主你的欢喜感纳。阮恭敬将下早起的敬拜，也就是文理传道奉献主日。摆列伫主你面前，求你甲阮同在，通过圣神做工，互阮明白主耶稣伫以前所行所做遮个代志，伫今仔日伫即个所在，对阮有甚物信息，对阮有甚物启示，阮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姊妹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中会所定这个文理传道奉献主日，台湾教会公报社派我来咱独行教会，甲咱说多谢，多谢咱过去一年的代祷关心甲奉献，互公报社会通做较好的工作，也毋望今年咱会通继续关心代祷甲奉献。伫咱的周报内面，咱有3份的即个资料，头一份就是即个更新周刊，更新周刊就是台湾教会公报社一个礼拜有发行10万份，伫教会伫社区来做传福音，一个真好的即个见证，互较侪人明白主耶稣伊的所行所做。搁另外一份就是即个文理传道奉献主日，即个社长的请安的即个批，伫头前的所在，咱就看见讲，1884年142年前，英国宣教师巴克勒牧师伫台南有创办即个至真堂，就是今仔日的台湾教会公报社。100多年来，咱知影。通过公报社所做真侪遮的工作，伫咱的清安批的内面，咱就看见台湾教会公报社
所做遮个事工，伫内野的所在，咱看见讲，逐礼拜有发行台湾教会公报，逐礼拜有发行拢免费来赠送，互咱教会咱的兄弟来明白教会以及普世教会遮个消息、遮个信仰才会造就。第二项就是数位时代，即个新闻网新闻网，互咱知影通过遮个影音是文字，了解时代变化信仰的造就。第三项就是甜蜜亲子报，通过即个，互遮个细汉囝儿通过即个甜蜜亲子报来知影介绍信仰的内容。过来就是咱的更新周刊，阁有即个玫瑰3个月发行一本的新眼光读经手册，阁有少年新眼光即个玫瑰发行7500本，互遮个少年人会通明白圣经所提供遮个信仰的内容，互咱明白上帝教示。阁最后一项就是圣经充满我，圣经充满我，就是互咱来用填空来读圣经，来了解圣经，会通过咱的写，来明白圣经，互咱的信仰得到较好的帮助。遮个刊物、遮个物件，拢是免费送互咱各教会每一兄弟会通来看来读。所以一年大概得有5000万的经费。遮个经费拢是咱国教会、咱的兄弟，是咱的企业家会关心台岛甲奉献，来支持台湾教会公报社所咧做遮个事工。所以拜托咱今年继续来关心台岛甲奉献。咱也受感动，咱会通将咱的奉献放伫即个奉献地内面，会通互教会公报社搁较有气力，搁较有能力。搁较有信心来从事即个文字传福音的工作。这是咱要来短时间来看台湾教会公报社所提供即个奉献主日的影片，来了解台湾教会公报社所咧做的事工。我是李正新，目前我是一位社工师，主要服务遐个伫渔船顶拍拼的外籍渔工。伫因拄着困难时，我就是迄个陪伴因的人。同时，我嘛伫协助政府推动渔工政策。渔工朋友拢叫我爸杰森，爸伫印尼话是神仙的意思，杰森是我的英语名。过去爸有毋伫香港做事的渔工打电话来互我，求我斗相共。过去咱为着穆斯林渔工争取基督信，我心内真丢堵。身为基督徒，我有必要帮伊处理其他宗教的需求吗？一直到我信箱牧师提醒我，耶稣服务人的事，敢会问对方的宗教背景吗？这句话我感觉真见笑。原来我的爱要带着分别心，对迄时开始，我合适转念，那耶稣徛伫遮，伊会安怎做？伫迄摆反省后，有一摆公报社帮社长来到大理舞会请安，社长鼓励我甲服务故事写落来分享。我当时推辞讲，我的文笔无好，写袂出水的话语。社长搭我的肩胛头，笑笑讲：“你负责写，后壁的代志自然会斗相共。”这句话互我勇气，互我决定用上简单的方式记录服务的一切，都交到更新周刊。感谢上帝，
透过公报社更新周刊，甲伊使用我所做的事工记录来，互更较侪人看见上帝的疼，一直出现伫咱的身躯边。台湾教会公报社出版的《更新周刊》今年满30年，这中间每一篇文章，拢是作者亲自领受上帝恩典的见证。目前每一礼拜印出10万本，是台湾发行量上大的福音刊物，鼓舞感动最人的心灵。无论是《更新周刊》、台湾教会公报、新眼光读经手册、少年新眼光读经手册、甜蜜亲子报、网络新闻，这每一年拢需要超过5000万费用的文字工作，拢是为着要帮助所有兄弟姊妹踮伫主内面结果子做多。愿咱伫主的听中间三结连，为着台湾教会公报社的文字事工，关心、带导、支持、奉献，愿主赐福咱大家。咱看这影片了，也拜托咱今年继续来关心、带导、甲奉献。伫今仔日的文理传道奉献主日中间，我要用约翰福音书6章1节到15节，讲来扣所村的书啦，所事零碎3节来明白主耶稣所行这个信业奇事。伫过去所发生的代志，伫今仔日是这个所在，对咱有甚物信息？对咱有甚物启示？对咱有甚物款的帮助？会早起所读圣经，这个5个大麦饼、2尾鱼，这个信业奇事，伫4本的福音书拢有记载。伫马可福音14章13节到21节。马太福音、马可福音6章30节到44节，路加福音9章10节到17节，约翰福音6章1节到15节。咱知影每一卷的福音书，有记载耶稣所讲所行的这的代志，拢是真要紧的这个信息。所以咱看见这个约翰福音书的作者，就通过这款的方式，要来说明甲耶稣做伙，若亲像咱会通得到活命的绵牛，永远无有这个活命枵饿的问题，咱袂拄到这个腹肚枵无物件通食的这个问题。5个饼、2尾鱼的这个信念，咱拢珍惜。咱若对细汉伫教会大汉的人，咱对主日学、儿童主日学，定定听到老师所咧讲即个信业奇事。咱知影即个约翰福音书提供即个比马太、马可、路加搁较特别的即个资料，因为其他3本的福音书拢有报道即个事件的时间背景。但是约翰福音书却清楚提出讲，这个时阵犹太人的叛国节达到了，所以马太、马可、路加有用真多遮的篇幅来咧讲这个百姓的需要，所以耶稣需要来接谈伊，耶稣来怜悯因所拄到的困难，所以看起来有真多人。需要耶稣的帮助，需要耶稣的怜悯，所以经过这个信业奇事的起头，就是咱看见约翰福音书第6章第2节有安尼记载讲，耶稣看见百姓的需要，耶稣出于怜悯来关心因，所以讲有一大群的人对伊，因为因有看见医好病人的信业。而且咱看见有真侪人看见耶稣行信业奇事，医好真侪人的病痛。约翰福音书也提到这个5个大麦饼、2尾鱼，
这个神力是一个细汉囡仔通过这个安息日来鼓励这个细囝，将伊的物件要食的物件提到耶稣的面前。所以约翰福音书6章9节讲，只有一个囡仔摕5个大麦饼甲2尾鱼。咱大声通过这张圣经来思考，人为什么需要要缀耶稣，要跟缀耶稣？伫约翰福音书6章第2节，伫加利利的所在，既然有耶稣伫遐，有真侪人就要缀耶稣。遮的百姓要缀耶稣，就是听见耶稣传上帝国的信息以外。另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亲像约翰福音书所讲，百姓看见耶稣行这个神力奇事，所以爱聚集伫耶稣的身边。这人看到耶稣的神力奇事，欢喜来就近耶稣。所以咱才看出讲，当时的百姓为着要病得到医好，但是咱也知影有一寡人。敢若要来看闹热，看到底耶稣做甚物代志，到底耶稣有会行甚物款的代志。所以伫约翰福音书6章14节到30节，有看见讲真侪人来咧看闹热。这个人无定有信心，也是讲要听上帝国的信息，敢若要来看神力，要当作看一个真奇怪的代志在发生。但是咱通过下载去这段圣经，咱就要思考，到底咱为什么来信耶稣？信耶稣的动机甲迄原因是甚物？咱知影每一个人信主耶稣的动机，每一个人无相款，每一个人的原因都无相款。咱就要清楚知影讲，到底咱是安怎来信耶稣基督？下载去圣经内面。咱有看见这个5个大麦饼、2尾鱼，看见耶稣的门徒、耶稣的学生有2种无相款的这个反应。头一种的反应就是非力消极的态度，另外一种就是安息日积极欢愉的态度。咱看圣经记载讲，耶稣抬头看见一大群人。来到伊的面前，就甲腓力讲：咱要去什么所在来卖食物？通互遮个人食饱。腓力马上回答讲：咱用200块银仔来买遮个饼，也无够人食一束啊，无够人食一束啊物件。腓力这样回答，通讲伊心内充满笑容。无爱想要做代志，毋茫讲这个情形无啥物毋茫，这个钱卖这个饼来互食。咱看圣经记载讲，查甫5000，若看妇女甲囡仔算起来，应该超过几万人。这个钱要买这个物件互因食，袂通对因有相款的帮助。所以伊感觉讲无啥物路用，袂通做啥物款的工作。伊无想要做啥物代志，对耶稣所提出的问题，腓力的反应就是讲无爱要做啥物，无爱积极来反映主耶稣所爱伊做遮个代志。所以伫遮咱看见腓力这款的消极的这个态度，但是咱也另外看见另外一个耶稣学生的态度，甲腓力完全无相款。安息日就到耶稣的面前讲，遮有一个囡仔摕5个大麦饼甲2尾鱼。安息日的态度就是讲，看我会通做啥物，我会通提供啥物，然后我相信耶稣会通做搁较要紧的工作。耶稣会通过这个囡仔所提供这个5个大麦饼、2尾鱼。来做一个真要紧、真帮助人的这个事工，所以安息日就带这个细汉囡仔来到耶稣的面前。伊知影讲无可能的代志，
就会通变成可能，这就是神力真正意义。无可能的代志，会通变成做有可能。所以咱看见这个安德烈带这个细汉囡仔就近耶稣，将伊一顿的物件摕予耶稣了，耶稣行这个神力奇事。所以咱伫咱的教会生活，咱每一摆带一个细囝就近耶稣的时阵，咱毋知讲以后会发生什么代志。父母是大人。来带伊的细囝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到教会得到信仰的造就，咱用咱的气力来帮助伊，互伊行伫信仰的道路。所以有一天，这细囝会通过这个老师，也是讲造就伊的人得到信仰，活命会改变，互因一世人行伫信仰的道路。有一个年老的这个。德国的这个校长会见证，这个年老的校长每一遍若到教室要去上课的时阵，伊就将帽仔脱来，遮个细囝甲伊行礼。有人问讲：你做一个校长，你怎要安尼做？伊回答讲：你敢知影？我所教这学生中间，有一个人若得到。活命信仰的改变，伊以后所做的工作的影响力，咱拢无通来料想。事后证明讲，这个年老的校长，伊所教学生中间有一个叫做路德马丁。咱知这路德马丁就是伫宗教改革的这个改革家，大改变基督教历史。影响基督教后来整个发展，所以咱看见这个安德烈带这个细汉囡仔，将5个大麦饼甲2枚鱼摕到耶稣的面前。伊毋知影讲到底影响力偌大，但是咱知影耶稣通过这个安德烈甲囡仔的信心，成就一个真要紧的这个神力奇事。所以咱伫教会伫服侍的时阵，咱做助理学老师，也是咱做团契的干部会长。当咱咧做事工的时阵，咱有时会想讲：我所做的工作，无法度马上看到成就，马上看到有好的效果。咱有时内心失志，咱有时无法度安尼，搁继续认真拍拼来从事。主耶稣所交代咱真要紧，造就栽培的事工。但是咱知影，咱所做的工作，咱也认真拍拼，尽咱的本分来做，领受耶稣予咱的恩赐的时阵，耶稣要通过咱的所行所做，来成就真要紧的事工。所以咱人看见讲，咱所做的无啥物款的成就，袂通马上看到成果。来灰心失志，咱即时来看这个影片，就是叫做3Q 的影片，来通过这个影片知影，真侪人所做的工作有改变人的生命，因为安尼信仰得到造就。Dreamed I went to heaven, you were there with me. We walked upon the streets of gold, beside the crystal sea. We heard the angels singing, and someone called your name. We turned and saw this young man, and he was smiling as he came. He said, friend, you may not know me now. And then he said, but wait. You used to teach my Sunday school when I was only 8.
Every week you would say a prayer before the class would start. One day when you said that prayer, I asked Jesus in my heart.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Then another man stood before you and said, remember the time a missionary came to your church. His pictures made you cry. Didn't have much money, but you gave it anyway. Jesus took the gift you gave, and that's why I'm here today.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One by one they came, far as the eye could see. Each life somehow touched by your generosity. Little things that you had done, sacrifices made, I noticed on the earth, in heaven now proclaim. And I know up in heaven you're not supposed to cry, but I am almost sure there were tears in your eyes as Jesus took your hand. You stood before the Lord. He said, my child, look around you, for great is your rewar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came.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a life that was changed. Thank you for giving to the Lord. I am so glad you gave. I am so glad you gave. 咱通过这个地底影片，通看出这个主流老师也是宣教师所付出的，虽然是小小的这个工作，毋过有产生，互人改变生命，互伊会通来因为安尼献上伊的感谢。咱也看见讲，咱伫教会事工服侍的态度，就亲像使徒保罗所讲的，伫哥林多前书
3章50到70讲，到底阿波罗是啥物？保罗是啥物？阮不过是上帝奴仆，要引带恁来信上帝，互咱每一个人按照主所分配咱的工作去做。我栽种，阿波罗管压，互伊大长的是上帝。到尾，上帝要通过咱所行所做来成就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的这个整个人生，一个真要紧的后果。咱来看见这个细汉囡仔的欢喜分享，来成就耶稣所行这个神业奇事。安定来带这个细囝提供5个大麦饼2尾鱼。咱毋知这个细汉囡仔，伊想讲啊，这个安定了无物件通食，还是讲耶稣爱这个伊的学生去买物件来食，啊有着安尼来烦恼。所以当安德烈找到伊的时阵，伊就主动愿意提供伊所有的即个5个大麦饼甲2尾鱼。咱毋知伫什么款的状况下面，即个细汉囡仔欢喜提出这物件，互即个安德烈。毋过咱知影，一个真要紧的事实，就是伊所奉献的、伊所提出的耶稣行即个神业奇事。所以，假使即个细个囡仔若毋肯献上伊的物件，就袂有即款的神业奇事来产生。所以，咱明白，咱愿意分享，还愿意付出，不论咱的分享付出是多是少，是什款物件，但是伫上帝赐福的下面，就成就真要紧的神业奇事。所以，耶稣祝福这个囡仔时阵，互咱看见讲，耶稣伫马可福音第10章14节到15节有安尼讲，用阮细囝就跟我，毋通阻止因，因为上帝国的百姓就亲像即款的人，恁爱记得，若无亲像细汉囡仔来接受上帝主权的人，绝对袂通成做上帝百姓、上帝子民。为什么耶稣有即款的教导？迄个原因就是讲，细汉囡仔真纯真，真真实，伫细汉囡仔心中无所谓虚假伪装。当咱去一个拜访某一个家庭、某一个朋友的家庭的时阵，食饭的时间一个到，人家咧问讲你食饱无？咱做大人讲虽然腹肚枵枵袂食，拢会歹势讲，迄个主人像伊的朋友来开钱，就讲我食饱了，我腹肚袂枵。毋过这样囡仔毋是安尼，细个你家己问说你食饱未？伊若还袂食，伊就讲我还袂食，我腹肚枵。所以这是囡仔甲大人真大的差别。所以伫遮咱看见即个细汉囡仔提供的虽然是5个大麦饼甲2尾鱼若定，毋过经过耶稣的祝福了，这个小小的物件成就真侪人会通食饱，若食饱阁有剩。所以咱看见即个当咱的社会若愈富裕的时阵，即个贫富悬殊好业散射愈差愈大。所以咱伫即个真贫富悬殊真差真大的中间，咱就爱讲有真侪人食袂饱，有真侪人无物件通食。所以咱就爱关心，当咱有物件通食的时阵，咱就爱关心遐会散射困难无物件通食的人。所以伫即个旧约圣经箴言17章第1节有讲，有一块饼通食，大家和睦，看赢青草满桌3钱。伫即个箴言里面讲，有一块饼通食，咱大家和睦有剩，食了有剩。看赢讲，安尼青草满桌，伫遐3钱。所以伫遮咱就要知影讲，即个
这样囡仔的奉献，带予咱一个真要紧的人物，就是欢喜诚实奉献，用欢喜心甲别人相交分享的时阵，上帝所赐的恩典、神力，在咱的生命中间一再地出现，一再地产生，也互咱的心灵饱足到有存。咱会早起即个主题讲，扣所春的树啊，所属零碎哦。有人讲耶稣是上介早注重即个环保的人，是安怎安尼讲？咱看这个约翰福音书的记载，看这个描写，就是即个伫即个6章的12节到13节，咱看见即个真要紧的经文，伫遮讲，大家食饱以后，耶稣吩咐学生、吩咐门徒，讲所剩的即个树啊，该捡起来，毋通糟蹋。啊，若圣经有人翻译讲，毋通拍算，吼，毋通糟蹋，毋通拍算。所以因就将即个5个饼啊，甲2尾鱼，耶稣祝谢了，阮方食饱以后，该收拾，该捡起来。圣经描写讲，有装满10年拿的物件，所以通讲，互遮侪人食饱以外，还佫有剩。耶稣为什么安尼吩咐？咱知影是原来无够，啊无的情形下面，耶稣摕饼甲鱼祝谢了，对上帝祈求，啊变成讲毋若食饱，遮侪人食饱，佫有剩。所以经过上帝祝福的这食物，有包括上帝的祝福，啊，将咱毋通将这的剩的该浪费。安尼，咱会通捡起来，啊，无浪费这物件，也无将上帝所赐予这物件，该拍算啊，该糟蹋。所以伫遮耶稣一再地反复强调，毋通糟蹋，毋通拍算，就是咱得爱珍惜目前咱所有的。所以今仔日咱台湾的社会通讲，也是有真大的sen事。有人讲，好牙散切。散射，即个差距拢总有60几倍，哦，所以通讲好业愈好业，散的愈散，形成社会真侪问题。所以这是咱忧心的所在，这也是咱看见耶稣讲，恁得爱将所剩的树仔该捡起来，毋通糟蹋，毋通拍算，一个真要紧啊信仰的即个功课，信仰的鼓励。所以咱有剩的时阵，咱得爱关怀遐散射无够不足的人，这是耶稣的吩咐，这是耶稣的交代，搁较是耶稣导予咱一项真要紧的这个模范，这个典范，捡所剩的树仔来，互人知影上帝所赐福，耶稣基督所行的神力奇事，咱毋通糟蹋，毋通拍算，咱得爱珍惜，安尼才会通互耶稣所行神力奇事来帮助搁较侪人，帮助搁较需要的人，得到主耶稣的施恩赐福，正做上帝所欢喜的囝儿甲查某囝，咱做伙来祈祷。阮的主上帝，感谢你赐予阮温暖的教会生活，阮的主的内面彼此关怀。互相扶持，三体祈祷，恳求你，互阮学习耶稣的学生安德烈，甲这位细囝的关心甲疼心，愿意付出，也因为耶稣基督的怜悯，施行神力奇事，互有需要人得到温暖甲活命的改变。恳求你帮助阮，愿意学习因的好的模范。正做愿意帮助别人的人，也因为安尼会所行所做，互较侪人得到主耶稣的关心、救赎甲疼痛。愿安尼祈祷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吟
背用的诗，圣诗538首，我心大欢喜，注点心边。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心大欢喜，注点心边。虽然你世代嘛存伫你，做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永保卫生活正气。那我还保佑明日路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还保佑明日路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天心来顺路，心来安宁，天公的福气那你目前，以赛亚降落甲我来，保佑主耶稣主你临来。那我还保佑明日路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还保佑明日路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全心来顺路，万事平安。辛苦我救主，福气无限。平心来平安，万事来。念你主耶稣，满心平安。那我还保佑明日路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那我还保佑明日路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请坐，奉献属神执事甲建中执事来书献。
请坐。咱来看周报第3页，今仔日的金句。我来读一遍，咱等下做伙来谈两遍。因食饱了后，耶稣甲伊的门徒讲，将食剩的喙舌捡起来，免得唔通拍算。约翰福音6章12节，咱做伙来。因食饱了后，耶稣甲伊门徒讲，将食剩的喙舌捡起来，唔通拍算。约翰福音6章12节，因食饱了后，耶稣甲伊的门徒讲，将食剩的喙舌捡起来，唔通拍算。约翰福音6章12节。词汇表甲事项表，咱家己详细看。咱来看第4页本会消息。今仔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广播社把陈英竹牧师前来主持礼拜甲讲道。咱感谢陈牧师。请兄姐为着文字事工关心代祷甲奉献。咱本会陈牧师派去定心教会交换讲台。第2点，本主日12点半，今仔日12点半，咱伫3楼要开定期中集会甲小会请咱中集老部参加。第3点，咱二中的停车场对7月份开始咱搁一档的续租，咱一年是8万块的经费咱若有负担的咱会当为着这来奉献。第4点，总务部迄个停车场的部分咱了有欠一寡动工咱若有意愿的愿意合作的要来这个所在做服侍的请咱会当来办公厅来登记。第5点咱顶半年度的迄个校铺的检查若阵还未提去到办公厅的请咱紧提过第6点，咱祈祷会为着温柔小组甲德行小组来代祷。第7点，咱后礼拜有要圣餐请兄弟准备心，甲主同坐祷。第8点，咱8月16要去到东宫咱有迄个姊妹教会联合礼拜迄天会早出门6点40咱报名已经截止啦有报名的咱这时间留记一下第9点咱读经的计划已经读到内容记下卷愈读愈精彩啦我咧读我感觉讲咱看到以色列的北国南国的历史拢伫即个所在有不只清楚的记载咱若会当，咱会当对心眼讲即个读经本咱做伙来读看咱协会的消息咱拜2拜4要是咱的乐龄甲做健康促进8月11有林牧师的迄个乐乐课第3点，咱的迄个歌唱基础班伫9月初3要搁开始9月23有要去迄个苗栗后人溪州社区要去遐参观遮的据点咱有兴趣的，咱会当报名。第5页团结的消息圣歌队这礼拜开始提早到7点请圣歌队的队员都要注意一下主日学因今仔日有要开定期同工会请老师来出席第3点本主日社青原来有聚会兄弟团结是伫拜六。青少年伫后礼拜双年嘛是后礼拜甲双年甲妇女后礼拜有一个联合的聚会啦好，搁来集体关怀，咱等下请林牧师来主持甲代祷。好，教界消息咱家己看好，搁来第7页。这有顶礼拜的奉献我伫遮报告做领收。若阵有错误的会当用我本人来做更正。以上报告。
大家平安。咱今仔日真感谢也真欢迎担任教牧师伫咱的中间，伫遮的正道啊，咱甲伊伫咧拍声来甲伊搁一摆来说道声。伫即个所在，咱嘛欢迎牧师娘吼，以及牧师的查某囝囝婿吼，伫咱的中间来请伊起来，咱甲伊拍拍，甲伊欢迎。伫遮嘛有一位新的朋友王博元老师，王博元老师来，欢迎，欢迎，住伫东行路这个所在欢迎是一位老师，好，欢迎。敢阁有新来的朋友，我伫顶头看到那亲像伫苏圣杰伫罗一杰头前这2位是，OK 啊，没有，旁边有那2位，对，耶稣 ，OK， 那佑慧姐的那个孩子好，欢迎欢迎。那咱伫遮来做伙来祈祷而且咱嘛先来欢迎那个梅玲姐甲迄个正业长老甲陈牧师，因为韩国短宣回来，咱甲伊泡泡，甲伊鼓励一下而且真辛苦然后真侪的收获得着，愿主祝福，即个宣告的心的行持续。咱即个时阵，咱做伙为着咱的肢体，为着咱的教会，咱伫遮做伙来祈祷。大先也，咱为着咱家己每一个人，伫主的事，参与伫主的事奉者的中间，他拄仔即首，伫礼拜中间牧师所放的即首歌，感谢你，也互咱真侪感动伫遮，也要邀请咱，如果伫即个时阵，你的心也感觉到灰心丧志，或者是你感觉你的服侍，感觉安尼真无气力。无方向，伫遮有丢毒也好，或者是也感觉到无气力，咱拢伫主的面前来求上帝，来复兴咱，来帮助咱。主耶稣，阮感谢你，你真做阮至好的朋友。阮会当真做你的学生，真做你的囝儿，真做你的百姓。这是出自你亲自的竞选甲呼召。阮感谢你，伫信主的过程中间，检采阮有真侪福气稳定的领受，总是当阮的人生哪行到年日哪侪时阵，年岁哪年长，阮的人生的坎站就有真侪的艰难，无论是病痛，或者是阮的生命的变化，侪侪遮的变迁逆境，我嘛来问主你伫叨呢？主总是伫这人生的境遇的中间。主，你用你的恩典，不时伫咧扶持帮助我，虽然有艰难，总是互阮的心，因为会当注目伫耶稣基督，你为阮受定、受插、受累骂、受出卖，你所经历所有人生者的苦难，你会当来了解着阮人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境遇的需要。当伫这个时阵，我们大心为着阮的教会，做遮的参与伫侍奉的人，无论是长老、执事、团契的干部、同工，等做伫礼拜的服侍、团契服侍的人，我们恳求上帝来扶持阮的心，阮常常对主来找着服侍的动力甲喜乐，阮哪服侍？哪甘甜？主，我恳求你帮助。阮伫独行教会这个大家庭内面，通领受着彼此服侍、彼此洗脚安尼的欢喜，因为阮要学习耶稣基督你的天。主，伫这个所在，我嘛为着今仔日是文艺时工主日，我恳求你，互公报社所出版侪这个刊物，
读经本，做用文字伫咧造就信徒，或者是传福音，安尼用心的工作顶面，求上帝，你互即个事工来得到发光发热，来得到好的影响力。因所需要、所欠费，无论是金钱，或者是伫动工的顶面，拢得到主你的准备、你的供应。愿恳求你帮助。伫遮，阮也为着阮教会青少年，伫即个暑假的期间，互因更加来学习，着要怎样珍惜时间。阮为着用遮考着丰原高中来献上阮的感谢。求主也带领侪青少年因头前所着行的道路，互因心存敬畏耶和华上帝的心。无论伫教会、伫家庭的中间，受到好的信仰，无论是士大人的即个模范的脚步，伫教会中间，伫遮个团体中间，主啊，恳求你，互因拢有所得到。伫信仰的顶面，搁较轻条伫主你的脚步。阮也要为着伫阮的中间，要身躯遇着艰难、病痛，无论是本身或者是厝里的人。愿拢恳求上帝，你用你的恩典好款待每一个家庭，互因伫艰难、伫无奈、伫劳苦忧愁的中间，有缘将这一切拢交予耶稣。通过祈祷、吟诗、参加礼拜，互因的心灵来得到自由，心灵也得到快活，得到有依偎，因为上帝，你是阮生命的避难所，互阮常常来到伫你的面前，来找求你的快乐。我们为着教会在集体或者是阮的中级会、小会，今仔日的开会，拢伫主的面前来得到上帝你的引带，智慧充满伫阮的中级的中间，通为着福音的事工。伫遮勇敢来跑走，勇敢来继业，勇敢来承担。因为主，你爱愿诚做一个有行动的一间教会，一间会晓互师佮分享，愿意将家己来拍破，学习耶稣基督，来分享伫即个社区，伫即个社会中间的一间教会。因为教会所拥有的一切，是上帝你的恩赐。恳求你来帮助我，帮助我的心，献上我的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做伙来吟亲安的诗，彼此来互相亲安。尾面诗进前我阁做一个补充报告吼。咱迄个中集吼，咱请礼拜刷电乐了后，咱随到头前咱来集合吼，咱要练歌
咱集合较紧，咱到定较紧吼，莫拖大家的时间。所以礼拜煞咱中集随留落来吼。好来吟尾遍的诗，399首，愿上主大人来。愿上主大人来，定点我心内。主的名每时刻，甲你同在。愿主天公变就你主，以关爱你。主先生无受定的对镜，心生来。愿父子甲圣神上帝恩典、怜悯甲平安，甲恁三甲同在，对这条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